你可以擁有愛，但係千祈唔好執着，因為分離係一個必然。你可能會去愛好多人，甚至乎你會被愛，但係你記住，永遠唔好執着，因為其實每一個人個變化都係當下嘅啫。其實每一個人因為經歷一啲嘅思想改變啦、環境改變啦，佢都會有唔同嘅變化嘅。可能咧，你會覺得你嘅另一半咧移情別戀咁樣去愛咗你，但係如果佢係移情別戀咁樣愛咗你嘅話咧，其實你一樣係有機會讓佢移情別戀咁樣去愛咗另一個。相反，你自己都係有時候所有嘅愛咧，我哋都係講緊當下，不論發生咩事或者佢背後一個咩人，其實你永遠唔會知道。因為佢經歷過唔同嘅經歷，佢個人或者都會去改變。其實當下裏面，佢係最愛你、最錫你嘅，你就要好好咁樣珍惜當下。但係你執着住以前嘅你係咁樣，係啦，曾經嘅你係咁樣，今日個你係咁樣嘅話咧，咁我話俾你聽，咁可能咧你自己就會可能好大煞風景咁樣。第一個失望咧就係自己啦。其實所有嘢有生就會有滅。就算一段幾十年嘅關係，都會有一個人可能係走先，一個人會走遲一啲嘅。所以永遠唔可以執着所有嘅一啲嘅愛，但係你可以擁有一切嘅就係當下嘅智慧。好片記得分享及留言。